咱安静咱的心，咱要将咱的心全人全心来伫主面前。主的光要照咱，检测咱心中有侪侪苦难的事，但是主要做咱的光，伊要将这个黑暗来刷开，伊要互咱头前亲像曝光一样，互咱的心是有盼望的，互咱的心伫上帝遐是无难事的。亲近主是喜乐的，亲近主是喜乐的。主讲心内颂扬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主要将咱来帮赞，主要将咱来帮赞。这时，咱来信仰告别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是我来，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出你亲像家己。正了解是全人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要用新的界面予你。你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这时，咱要三角来学乐，三角来敬拜。咱要用咱的心来敬拜，以上帝要将你的心黑暗来刷口。咱的心是光明的，上帝要互你的心是有盼望的。咱来吟这首歌，这首歌来讲，透早我起来时还袂醒，烦恼都侪侪在门外排队咧等待。黑暗，我想要来安歇，但是苦闷仍在你的床边徘徊。是啊，咱时常会拄到这种的状况。伫咱年轻的时，咱拢盼望，很热切在追求，但是年老的时，咱来回想，咱一生有侪侪成就的事。但是寂寞无助，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的主，当我的面人向你的时，看见主的怜悯来恩待我、对待我。虽然我年老，但寂寞，但是上帝，你予我这种骄傲的心会当来放落，会当来脱掉，予我的心有安慰，予我的心有主的怜悯，和我三角伫地。咱即个吟这首，咱用华语来吟。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仍在床边徘徊。年少，我热情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会以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家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想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清晨，我尚未醒来。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仍在床边徘徊。
上，我热情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回忆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面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看见你赦免我的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面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面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哦，亲爱主耶稣，我中途想想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看见你赦免我的罪，看见你赦免我的罪，看见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赦我们的罪，我们将荣耀归于他。主讲，心内颂扬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的人有福气，伊要因为伊来得到安慰，得到温暖。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伊要承接土地；要喙焦心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饱；要喙焦心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得到饱。咱做来吟这首八福。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成就土地。要吹到因无义理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饱。是啊，咱的心内有时有颂扬，咱有时有感觉真骄傲，有时有感觉嘴焦，有时有感觉真性急。但是上帝要互你得到帮助，因为你是心无伊的人，因为你的心要得到帮助。你的头前有主咧为你来铺路，有主为你来开路，伊要做咱头前的灯，带咱到迄个你要想要爱的所在，带咱到咱的愿望，若是合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确甲你正。咱来吟第一节，心内颂扬人有福气。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成就土地。
去，因为伊要得着吧。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伊要称作上帝行。人民别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人民。清气心肝的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伊万群中的人有福气，因为因国是伊的。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心内忧伤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成这土地。要吹打兴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着吧。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伊要称作上帝行。人民别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人民。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每百岁群众的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是伊的清气温柔的人，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伊要成这土地。因为伊有吹打兴无义的福气，因为天要得着吧。清气心肝的人，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伊百姓天国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因为天国是伊的，天国是咱的。因为天国是咱的。咱做来祈祷，咱为咱家己来祈祷。感谢咱伫头前的路，咱毋敢行，但是上帝甲伊讲，你着爱行。我要伫后壁来帮助你，我要伫后壁来杀你，因为我是你的盾牌。因为伫我遮无有困难的事，上帝要甲你杀到东行。无论你伫倒落，上帝永远甲你杀到东行。伊要用伊的气力做你的帮站，互你会当徛在，互你头前拄到偌济样的困境，偌济样的挑战，伫上帝内面是无难成的事。因为上帝话要互你有智慧，伫头前来行。上帝话要互你有气力，无来软弱，无来野善，要亲像鹰鸟来天食来飞。互你的性命是得到更新的，互你的性命是定新的，互你的性命得到改造，互你的性命得到气力，互你的性命拢永远无野善的。咱的心要亲像鹿直直地走，虽然会吹打，但咱的心卡无住。咱的心卡无住，咱要啉这个溪水，这个溪水要养助咱的心，这个溪水要互咱来得到生命的养壮，这个溪水要互咱的头前的路站是光明的。咱就在吟第一节，
那落地直走。咱要学了伊无煞。第二节，咱搁深甲咱的我的心心最浓。咱要来欣慕真我的上帝，爱踮伫伊的面前，爱踮伫伊面前，写信要到迄位，对着道道地问，你的上帝哪位？我心艰苦袂爽，因为到处搁一届来对着道道地问，对着道道地问。是啊，咱来肯定你的上帝是倒一位？咱的上帝是耶和华的名，咱要靠耶和华上帝的名来得胜，咱要靠耶和华上帝的名来得胜。抓住第四节，写出世之不安，心心着永无名，以明我爱赞。我要搁一届写出失志不安来，写失志不安。当你心神失志不安的时阵，咱的心心来仰望主，咱的心心来靠无主，以名来咱，咱要得到来帮赞，咱要得到帮赞，咱要学了伊无煞。第五节，你是主上帝，要用人主张我，你是予我唱歌，哦，乐感第五节搁一届来。你是主上帝，要用人主张我，你是予我唱歌，哦，乐感谢无线，哦，乐感谢无线。学乐感谢无煞，伫日时咱学乐，伫暝时嘛学乐。这个学乐是无煞，这个学乐嘛是一个宣告。伫早起时咱起床的时，咱就宣告；伫暝时咱要休困时，咱来宣告。主，你是我上大的帮赞，主，你上我的上大的帮赞。你要做我的盾牌，你要做我的盾牌。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咱的县长老娘伊入院，咱为着伊的身体来祈祷，咱为着伊的身体来祈祷，咱嘛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无着咱的信仰的顶面，也是咱家己本身有侪事项对咱挑战。咱知上帝是咱上大的倚靠，咱相信上帝，咱有上帝人倚靠，
亲像大笔一样。伊虽然伊无战甲，伊虽然伊无剑，伊虽然无足好的装备，但是伊靠是耶和华的性命来战胜，来战胜。咱知，咱的性命是上主来创造，咱的性命是上主来立立的。虽然咱会拄着侪的事，但是上帝做咱的帮站，咱是无欠亏，咱是无软的，咱是袂忝的。咱要亲像鹰鸟来天室来飞，咱做伙开嘴，咱嘛为着咱的公道事工继续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阮知你的生命，你的主啊是比阮的生命较好，比黄金比银搁较好，较宝贵。主，阮感谢你，因你时常来鼓励阮，来安慰阮，温暖阮，互阮有安定的心，互阮的心境来得到徛在伫你面前。你嘛讲，颂享的人的心，你来得到来填满，有智慧来接受操练。我互阮明白。主，你的平安是，互阮三角地带。主，你是平安的主，主你是平安的王，温柔的主。你讲心神喙焦，要喙焦来羡慕你的，要喙焦羡慕你的。你要互阮来得到帮助，你互阮得到智慧，你怜悯慈爱，要踮伫阮的面前。你要互阮得到帮助，心内实际仰望主的。较无你的，你要互伊来看见，看见头前的曙光，头前的光明，你带阮的路，头前的光明，互阮来袂记你做重大的事，因为你要互阮的目标来跑走，互阮目标，互阮得到上帝你要赏赐互阮的望，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伫你遐无难钱仔的事。即时，阮嘛为着烦恼恼怒来祈祷，主你知，阮身体有软弱的时阵，阮身体有欠亏的时阵，但是阮的身体，阮的肉体有软弱艰苦的时阵，但是主阮知，阮的心永远是温暖的，阮的心永远是得到你的帮赞，得到你的安慰，是喜乐的。主，阮感谢你。求特别上帝，伊住伫病一段时间，主你上面三角地带。我看伊早时为着主福音来跑走，阮感谢伊，伫伊的生命当中有主你的帮赞。伫伊欠亏所的时阵，主你嘛做伊上好的朋友，上好的安慰。主，阮感谢你。我嘛将阮今仔日的敬拜，互阮的心会当单单来仰望你，互阮的心单单来服侍你，互阮的心无为着做事来羁绊，互阮的心无因为人搭标签，阮就无法度永远的翻身。因为阮知影伫主你内面，你是有赦免的主；因为阮知影阮伫主你内面，阮会当得到主你的赦免，得到温暖，得到安慰，得到重新起造阮的生命，来跑走头前的路障。阮献上阮的感谢，伫咧今仔日透过牧师，也是阮所听的，主你平平来祝福伫阮每一人的心上。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今仔是我阿君，今日是我来主理所以今日若是台语讲无啥练转的，请大家多多原谅但是我昨已经练习一天今日看卖有比较进步无？即马是考英文的时间，我来考大家来应。考英文53，毕加索第6章，我着带啥物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到点着烧着烧百济，也是满满的牛仔来祝福你。
上主岂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还是万万条溪的油？我捡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后囝，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伊有指示你啥物是好，上主要求你就是若做伙来，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好，即马请大家起立，咱来吟圣诗，我行无真理的神。请坐。即马请圣歌队来献诗，他不看我的过犯。
愿主欢喜，咱会学乐甲敬拜。即马是报告的时间，请大家掀开节目内底。即礼拜是上后一周，华语甲台语是合并聚会。今仔日的华语堂聚会暂停一摆，另外小组嘛是暂停一摆。为后是小组长讨论会议，请秀珍长老、聪聪长老甲我阿君伫牧师办公室做伙来讨论甲祈祷。第二点，社区音乐班下个月11月份就要开始啊，时间是礼拜吼，无错，拜六哦，歹势，拜六的10点到11点半。有6堂课，第7堂课是圣诞主日的成果发表，请大家出来，若是有幼稚园中班到小学6年级的囡仔来参加。报名资讯伫倒位咧？伫1楼的交代的来有报名的资讯。第3点，后礼拜委员牧师的专家会啊，秀珍长老甲刘慧娟师母要做伙来去台中西屯教会请安募款义卖，请大家继续为着建堂还款的工作来关心、祈祷、来奉献。另外就是后礼拜主日学聚会嘛是暂停一摆。小朋友会使来做伙来主堂参与聚会，还是11点有华语堂的聚会。那个堂姐姐要来领敬拜，请小朋友也欢迎参加华语聚会。好，第4点，今日以后是请社经同工跟甲大家做伙来协助到租用停车格的所在，然后车格分界墙倒塌红砖头到停车场的边仔的野草区。今日所爱分享的是以西结书，先是从京剧嘛，吼，对，我们先读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3节，我爱灵命，无爱结束，这句啥物意义？恁着去学，因为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我是要招歹人。华语，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福音9章13节。今晚要来读圣经以西结书46章1到12节。主耶和华安尼讲：台湾向东的门，伫做工的6日内，着关起来，但是伫安息日着要开。月的初一捌着开。灵君对着这个门的龙对我外面入来，伊徛伫门边。祭司着要办伊的烧价，甲伊的谢恩祭，伊着伫门顶边边着敬拜，然后出去。伫个门口下昏时，毋通关。伫一个安息日甲月初一，各个百姓着伫这个门口敬拜着耶和华的面前。灵君伫安息日，
所着欠互耶和华的赎罪，着无受出的羊仔囝6只，无瑕疵的绵羊仔1支，伊着赎祭为着迄个绵羊，着伊的依法，为着迄个羊仔囝的赎祭是照伊的力量，一个依法配油1斤。当月的初一，着献无羞耻的牛1支，羊仔囝6支，绵羊1支，拢着无瑕疵的。拍摄，我有些小抄，我是在看小抄。伊着伊嘛着白办赎祭，为着牛献一个依法，为着绵羊献一个依法，为着迄个羊仔囝，着着伊的力量，伊的依法配油1斤。人均入来的时，着对即个门的龙入，嘛着对即个路出。伫迄个节期，国内的百姓朝见耶和华的时，对北门入来敬拜的，着对南门出去；对南门入来，着对北门出去。毋通对所入的门，外倒转，着直直进前出去。百姓入去的时，人均也着伫人的中间入去；百姓出去，人均也着出去。伫节期甲大会的时，赎祭为着一只牛献一个依法，为着一只绵羊献一个依法，为着迄个羊仔囝着照伊的力量，伊的依法配油1斤。人均若备办甘心的祭、赎罪，也是谢恩祭，着甘心的祭献互耶和华。若有人互伊开，向东的向要怎么念？横当的门，伊着备办伊的赎祭及伊的谢恩祭，亲像伫安息日所做共款。然后伊着出去了，着有人互伊关门。以上，愿上主祝福听伊话语的人。即马要邀请咱的小朋友文博宝庆用华语来攻读一解，来。大家好，我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4章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谢谢你，棒。即马邀请牧师为小朋友，咱可爱的囡仔来祝福。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摆多谢咱慧君，咱慧君姊妹吼，伊本身真无闲，做医生真无闲吼，所以但是伊真用心伫每一摆会当参与侍奉，伊嘛拢真用心咧备班啦吼。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祝福。那个小米酒，好，有，永丰甲即个李新的囝啦吼，因拄仔伫中国遐转来台湾，礼拜三要离开吼，咱做伙来为着因来做伙祈祷，无使用华语，因为这小米酒伊听得懂华语，台语听无吼，我们用华语来祷告吼。感谢天父带领我们一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因为我们是属神所选召的生命，也是神你所爱的儿女。主啊，我们愿意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更透过祷告来向神祈求智慧跟能力。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早晨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主。我们也愿意用祷告来向神求取智慧跟能力。愿主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长，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共同的心志，就是将神你的福音的真理跟真道能够带给这些孩子，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学习祷告，遇到难处的时候透过神的话语作为他们生命最好的粮食，祝福他们的生命。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教会一起来敬拜赞美神，领受神你丰盛的恩典。愿你的恩典与慈爱与我们同在，愿你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一同领受上帝你满满的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上帝祝福你们。牧师伫遮来介绍几位朋友一位是咱慧君姊妹的妈妈徐美容姐，然后美容姐伊较无方便伊坐咧啦你坐咧就好。咱等下会后会当请咱兄弟人做伙甲伊请安还有一位唐妈妈就好了好，比较好记啦好，唐妈妈还有一位叫王玉环玉环玉环好，玉环还有一位朋友是你女儿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们。黄玉环万千千，还有他女儿是万千千我们待会会后请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跟他请安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赞美主。那我觉得上帝非常爱我们。那下个礼拜牧师要跟咱的同工去到台中西屯教会、西屯教会。那西屯教会是咱伫旧礼拜堂，咱还未建堂的时阵，当初有邀请一个叫做陈天柱长老来跟咱分享有关建筑物、教会礼拜堂的建筑物。伫迄当时呢，嘛拄好，我咧了解因本身教会西屯教会嘛同咧建堂。因拄好是2019年的7月份，咱是2019年的7月份民族路教会才通过会员合会，互咱的教会旧的礼拜堂会当卖出去所以牧师来介绍西屯教会，因已经建堂好你看因正手边这是的礼拜堂，因是起伫地下室，所以恁看到的迄个树就是1楼的所在，但是因的礼拜堂是伫地下2楼的所在。为什么因安尼起呢？因为因拄好是三角窗，所以呢，因春秋里必须要有6公尺爱春秋里6公尺是袂当起的，所以变成因的地坪100通坪敢若会当起几坪尔。所以因教会已经起好嘛因伫今年正式开始使用。牧师要来分享，伫因即间教会咧建堂的过程的中间，为什么遮尔奇妙？为什么遮尔稳定？因的地皮是104坪，因买地是买几千万，5800几万，建筑物开4300万，旧的礼拜堂约是20几坪，20几坪，咱旧礼拜堂是43坪，主要是咱的一半尔。咱的旧的礼拜堂卖出去了是2900万，兴源因即卖兴源搁
搁剩1500万，1500万拄好是咱大桥教会借钱借1500万，所以牧师啥咱会要特别讲到这个，你看因的累积，因的教会建堂的奉献的金额，因即马已经募到偌济9173万，因的建堂总共还阁欠1500几万，你有感觉足紧无？2019年哦，堪咱是共款建堂的时间哦，但是我要甲恁讲偌奇妙的代志这是即马我互咱简单看一下因为礼拜堂真特别，伫礼拜堂听是地学室有一丛树因为因要起礼拜堂的时阵，有会友讲有人因为讲要起伫咧地学室就要离开教会啊。为什么？因为我教会礼拜较有人起住地学室的，顶面伫礼拜堂听顶面第1楼的所在，采一支是物件，哪像迄啥？哪像迄蒙阿波啦。所以呢，因的设计师这陈天柱长老，伊特别的设计，这个教会内底下底站会当种树啊。所以因是台湾会当讲台湾应该应该唯一的一间内面有种树啊，而且佫是地学室的，佫会活的这个所在因真特别因的教会你莫看是足侪人伊这内底至少有20几个人是奉教，就是迄当时牧师我读奉教。会中青的才会青年因的会友总共几个人？你敢知？差不多加咱10个人咱差不多几个人？咱差不多40个左右。但是因是啥？因差不多50个人左右。这间教会这是因的献堂的迄天所做的。你看到正手边是咱的教会对无？咱旧的礼拜堂，倒手边就是因旧的礼拜堂，有成无？足成因的教会，因伫建堂的中间，伊做啥物代志？因做统一发票，逐个月，伫要兑奖的时阵，因就是全教会做伙兑奖。边因搁做啥物代志？因搁做这个小猪铺满因是去到足侪间教会募款的时阵，就邀请人做伙来做这个为着西顿教会建堂来做小猪铺满的存钱所以伊是台湾整个台湾伫建堂募款顶面，咱一般是无法度通去到外中会，无法度。咱全台湾长老教会总会敢若规定原住民会当去别个中会请安募款所以牧师要去到别中会请安募款，拢爱靠关系，你毋知？就是爱靠我所熟悉的人。恁敢有熟悉的教会？有无？其实恁拢有恁若有的话，请恁私底下甲牧师讲，嘛请恁会当去甲恁所熟悉的牧者、甲教会的人讲，阮大桥教会要来跟恁分享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跟咱讲一个故事，就是捌有两间教会因伫建堂的过程的中间，我认为咱大桥教会跟西顿教会。拢是充满着主恩典的教会，因为上帝真疼咱，互咱会当经过伫起做礼拜堂的中间，拢真平安、真顺遂。但是我若是看见有的人伊的信心是比咱更较大的时阵，我就感觉安怎？我就感觉咱的苦、咱的艰苦拢啥？拢无遐艰苦是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有两间教会，有第一间教会，伊开10档去募款，然后起一个足水、有足先进的音响，甚至足水的玻璃窗、足舒适的椅啊。但是伫咧落成的迄天的时阵，全场大家人拢真欢喜，伫遐咧拍谱啊。几档了后，教会出现分裂，牧者甲会友的关系紧张，即间足水的礼拜堂渐渐欠缺了敬拜的声音。但是，佫有一间教会，伊无钱，但是因租一个足老旧的仓库，厝顶佫会漏水，冷气佫常常歹去。但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会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唱歌非常的简单，但是却非常的真诚。
亲像每一摆，阮咧参加花语礼拜，会君姊妹，阮人无济啦。但是伊若要带敬拜的时阵，拢会安那欢喜，享受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咧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两间教会差别，无在伫建筑物，在伫内底信徒的人的心的态度。兄弟姊妹，一间建筑物教会，如果伊若是一间厝体，另外一间所起造的教会是真正圣殿。圣殿，咱今日要做伙来了解。当咱咧讲敬拜上帝的圣洁，咱的生命每一个信徒，咱的生命有更新无？兄弟姊妹，上帝伊所爱的，将来毋是一间起甲偌舒适、偌好的教会。上帝所要起造的教会，是咱本身家己正做伊即间圣殿内底，是毋是会当带来活力？是毋是会当带来三听？是毋是会当带来包容、吞忍，甲三和睦、三鼓励的态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看一下，露出一个微笑，跟他说：“你太重要了，你太重要了，你太重要了。什么叫做你太重要？就算伊有困难，就算伊有软弱，就算伊的心有艰苦心，你嘛着爱甲伊讲，伊足重要。你嘛着爱对你家己讲，你嘛足重要。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这个主题：敬拜的圣洁甲敬心，是以西结书第46章。等下我会甲咱分享到真要紧的工课。到底起造教会圣殿要安怎做？咱知影这位是啥物人？真有名伟大的音乐家巴哈。有人甲伊问讲巴哈，你创造音乐的目的是为着艺术的荣耀吗？为了艺术的荣耀吗？你做的音乐超美的，超漂亮的，是为了要荣这个艺术，为了要让这个艺术更美吗？巴哈他回答说不。我写音乐的目的是为着要荣光上帝，而且让人的心被更新啊！兄弟姊妹，这句话拄啊好是咱今仔日敬拜，咱要讲到敬拜的圣洁甲更新的内底最要紧的中心。敬拜上帝唔在伫要互人感动，较要紧是要互上帝得到荣光，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若伫服侍内底，咱伫参与服侍内底是为着要互音乐更较好，是要为着互这个节奏更较好。我感觉我毋是讲迄无重要哦，牧师要讲的是，到底咱人甲人的关系，咱有看重无啦？兄弟姊妹，恁敢熟悉你边的人？大家拢毋敢看咧，惊伊讲牧师，佮要请我甲看边个人看一下吼，你熟悉几个人？其实咱人无济哦，其实牧师足鼓励咱吼。你若私底下，我较早吼，牧师较早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若无熟悉人，我拢会，就算后礼拜佮袂记哩，我嘛会佮问，歹势甲我讲一下，伊叫什么名？我就是不希望说怕我遇到他了，又忘记他了，然后不知道怎么问。就算无人的时阵，无人通问的时阵，我嘛歹势偏仔懵的讲，歹势，你敢能去甲我讲一遍，你叫什么名？兄弟姊妹，我要甲咱讲一个最要紧的，就是咱生命的难度，也就是今仔日咱所看圣经节，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内底，先知以西结，伊看到一个足奇妙的异象，就是新的圣殿应该爱有的难度是啥物？我毋知影你安怎看待咱大桥教会进入这个大桥里，你有开始有一个难度伫你的心中咧起造无？也是讲我食到这个会嘛差不多啊啦，反正这后摆交互少年人就好啊啦。兄弟姊妹，当时伫以色列的百姓被掠到巴比伦，圣殿早就已经被毁掉，祭司的制度嘛被破坏。所有的百姓伫外邦咧流浪的时阵咧流目屎，讲主啊，
我哪个会当去敬拜你吗？我们还可以再敬拜你吗？在这种心境的绝望的中间，上帝甲以色列讲，互伊看见一个新的圣殿。迄个毋是旧的中建哦，毋是甲旧的圣殿甲中建起来哦，毋是哦。兄弟姊妹，恁过去咧参加教会，敢有一种旧的，感觉讲哇，过去足好诶。无输咧找咱这教会的相片吼，我会看到即个20周年的吼，也有看到即个咱的做咱的兄弟姊妹做伙伫遐有笑容，啊，逐个组织。但是无输看到一个，无看到的是啥？无新人啊，无新的人入来啦，这是不是危机？这是危机啊！上帝爱咱去传福音，上帝拣选咱，拯救咱的活命，互咱会当重新成做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伊的恩典，总是咱伫教会起造的顶面，咱来了解。咱本身的生命要安怎会当吸引人？但是你要吸引人哦，无遐简单呢。要吸引人，你得爱互感受到信主的人，你的生命更新甲改变。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所赏赐的安慰、应允、异象的出现，对遐的上帝，对遐的以色列百姓，因已经感觉被上帝弃绝的人，因会感觉到底上帝要够甲因相甲同在无？兄弟姊妹，上帝甲犹太人的这百姓的关系需要恢复，通过圣殿的起造，重新来起造一个恢复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问各位：你们跟神的关系，你们来到教会敬拜神，你们来到教会敬拜神，有没有体会到你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啊？我再讲一次哦。恁是敢若听到真理，还是听到感受到恁甲上帝关系恢复？这是无共款的物件哦。听到真理，无代表你会照真理行哦。了解无？这是自信的呢。那像我的囡仔哦，我甲你讲，你爱紧读册，你读册对你来讲，你的成绩会进步会好。伊讲我知，但是伊就无要行咧，无要读咧。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爱恢复。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是要让我们在上帝的圣灵的保守里面，让我们重新恢复。所以，咱这礼拜三吼，你若有咧做，你若还袂听咱的门徒训练，礼拜三门徒训练，在讲到啥？有人有看无？在讲到啥？祭司的啥物？祭司的房舍，祭司的房舍咧讲啥物？在讲祭司伊咧敬拜上帝的时阵。伊必须得爱先被清气甲更新啊！简单换一句话来讲，咱对新约内底讲万民皆什么祭司啊？新约是讲万人拢是祭司啊。啊，那旧约咧讲祭司，伊需要一个房舍来代表着他跟神一个圣洁的关系跟更新的关系，他必须要透过那个房间来与神安静心。意思来讲，咱即马所有的万民信主的人，恁到底敢有咧甲上帝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无？咱有咧甲上帝陪伴一个，我这个空间，我这个所在，就是要我甲上帝当三甲来亲近的时间甲空间无？啊，是你的所有的空间甲时间，拢是互地面上的人、地面上的事，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爱去思考，咱这礼拜三咧讲的，就是这个关系。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兄弟，伊伫礼拜日早起，因为前一暝吼，拢会追剧啦，吼，即马咱手机做方便的有无？吼，会追剧无？吼，会啦，加减啊，吼，有个人会看哦，吼，我会记我听一个同工咧讲，伊甲我问，伊讲吼，为我祷告，我讲是安怎？你目睭是安怎？伊讲歹势啦。迄是同工哦，牧者同工哦。我讲你目睭是安尼啊？伊讲哦，无啦，就开始吼，有一阵拢咧追剧啊。同工哦，伊讲伊咧追剧吼，追剧到眼睛视网膜剥离啊。所以兄弟姊妹，莫小看现在手机这种东西哦，很危险。我要讲啥物？
一个兄弟因精进迷，晚上追剧、工作、处理家务事，好忙好累哦。早上闹钟醒来好几次才勉强起来，然后带着一身的倦容来到了教会，他感觉很平安，他感觉很舒服，他就入睡了。你要甲我意思无？有备班甲无备班的心来亲近上帝的人，差别伫倒位？平常时甲上帝关系差别伫倒位？兄弟姊妹，如果我们缺乏一个祭司房舍，咱是侍奉上帝、亲近上帝的人，咱无这种备班，咱无要安静心，咱嘛无要读经祈祷。兄弟姊妹，咱的敬拜真容易流于外在的形式。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虽然你开嘴咧唱歌，你额头咧祈祷，但是你的心灵的深处，你无法度通真正去体会到别人伊是安怎会感动甲流目屎。你敢若会讲哦，啊，迄假？我甲你讲哦，这是真实的哦。如果你会看见人伊的感动，你感受袂到，你毋是伊啊。但是你要了解你家己本身，你有备办这种心志无？还是你只有敢若要听真理，你无真正甲上帝话放伫你的内底，真正去甲伊挖出来？所以兄弟姊妹，真正敬拜毋是准时出席，乃是事先伫厝内你要备办心，讲主啊，我即摆要去到伫教会准备心来敬拜你，请你互我有一粒对焦在神的面前。我会当明白你的话语，要对我来讲，这礼拜我要安怎来改变我家己。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特别甲咱讲，敬拜真正的起点无在伫祭坛前，咱伫主上帝礼拜这个祭坛前的敬拜。要紧的是咱的心灵是毋是有被上帝清气的这个内在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今日所看圣经节，伫讲起足要紧的三项吼，牧师要跟咱分享。为什么咱今日所看，你会感觉看无啥有啦？吼，因为内底有讲到啥物？讲到同门，吼，咱知影这个同门吼，伊圣经内底吼，为什么足重要？因为你若敢看这个以西结书43章第1节到第5节，内底伊讲起，伊讲。以色列上帝阳光是对东方来，伊的声音那亲像澎湃的洪涛，大地也因他的荣耀而发出光芒。所以第4节伊讲什么？讲耶和华的阳光对东门进入圣殿。所以这个东门啊，这个东门的开关啊，开甲关啊，对圣殿的内院啊，内院这个圣洁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讲，教会伫每一个人进入伫礼拜堂的时阵，有要紧无？足要紧。所以为什么教会讲咱内底袂当食物件，有无？吼，这个意思就是安尼。所以东门伫圣经内底，这个东门的开关吼，开甲关吼，我应该讲开关吼，开甲关，上帝伊安怎规定呢？伊规定讲。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6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数必须敞开。好，我出来解说哈，为什么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咱就知影，伫因犹太人因敬拜上帝的安息日。月数是什么？月数是犹太历每一个月第1天啦。好，所以月数也就是讲这月头，好，月初啦，好。伊毋是照人所选择的时间哦，乃是强调用时间甲性格来做一个划分。所以，这个东门的属灵意义非常的要紧，因为这个东门的属灵的意义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因本身敬拜上帝这关闭的时间是上帝所掌握的，也就是讲人袂当照伊家己所意爱，我要什么时间就去，我要什么时间就安怎。当然这是旧约迄个时阵。因为上帝启示以西结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爱因毋是去照过去的方式来去敬拜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这个真要紧。东门伫六个工作日，吼，就是周间这工作日是关起来，只有伫圣日是开的。
代表的是人人生、人的生命、神圣的位置。你必须伫日常生活中间，你咧做你的工课，但是你应该爱互上帝时间，爱安怎？爱互上帝无？爱互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君王甲百姓，若是会当按照礼拜的次序来去行去敬拜，安尼因就会当以上帝做因生命的中心嘛。吼，所以因即个群体就会安怎？人会看出讲，即群的群体吼，真正敬拜上帝，是真正掠上帝做中心的哦。吼，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教会信徒每一个人，咱爱去了解。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咱安怎咧进入上帝的圣殿？咱来了解这个敬拜，毋是按照原路转去的。什么意思？咱看圣经以西结书46章第8节到第9节讲，王入去的时，必由这门的廊而入，必由此而出。这个王是当时候的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是上帝哦。但是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伊咧讲国民对放门入来敬拜，就爱对人门出去；对人门入来，就爱对放门出去。唔通对这个所入的门，佮对所入的门出去，袂使。这种规定呢，你要讲即摆教会干嘛会安尼？伊其实咧讲的唔是这个意思。伊要有表的是讲，咱人敬拜上帝。你今日来到教会，可能你心情无好，对无？但是你来想讲，到底上帝要安怎，互我重新得到快乐、活命快乐？你唔通今仔日来教会，转去嘛怎共款埋怨？你无一个新的意象，你无一个新的看见，你会去求，你会去望，你唔通去照原路去行转去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君王代表的是伊愿意谦卑来到这个圣殿的时。所以你看第20节甲第8节，第20节甲第8节有讲到，王爱对这个门的人进入，站在门框旁边哦，一个改限定哦，门框旁边。但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门槛也可以，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兄弟姊妹，伊一只咧讲起对上帝的性格绝对的顺服甲谦卑。我头拄有讲到，这个王是啥物？是世间上的领袖。世间上的领袖，如果伊进入圣殿，伊要照伊的官兵，然后来控制圣殿，安尼敢会使？袂使。伊咧讲的是代表的是，连世间的王、政治的领袖的权力，嘛必须爱受到祭司。甲上帝所规定的律、圣洁的律来限制，所以兄弟姊妹，以西结伊所规定的，唔那简单，咱来进出入，嘛咧讲到一个限制。你若会当了解吼，以西结书伊咧讲的，即个限制数量甲比例，甲旧约摩西律法民数记咧讲的是有差别的哦。意思互我感觉体会着讲，原来以西结伊咧描述的，毋是简单copy旧约圣殿内面的规定，乃是用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时代改进甲扩大的一个礼仪。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有没有新的礼仪？有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一定长职才可以私会？没有呢。我们没有啊。我们一定要照着长职才可以私会吗？没有。但是我们可以随随便便让人来私会吗？不行哦。我们要怎么样？要装备，要教导，对不对？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信徒认识、了解怎么侍奉神，怎么学习关心人，怎么学习帮助人，怎么学习认识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君王、这个领袖，引入去内院。因袂当踏入去内院，因为内院是虾米人咧踏？祭司啦。只有应该当在这个门槛上面敬拜，然后就出去。伫新的上帝所治理的国度的内底，我认为，无论是牧师，无论是长职，
咱每一个人拢得爱伫上帝所规定的律，上帝所规定的律，生命的律，生命应该更新的律，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来遵守。所以兄弟姊妹，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咱这回来看吼，咱这回读左手边华语，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伫迄当时，撒玛利亚妇人人，伊咧问耶稣，伊讲：咱的祖先吼，应该伫即个山顶来礼拜，啊，恁吼，恁犹太人却讲吼，应当礼拜所在伫耶路撒冷。因为撒玛利亚人因认为敬拜所在伫基利心山，但是伊自认为讲，这才是上帝所选定的所在，所以伊去问耶稣，因为耶稣去整遐取水，所以伊去问即个犹太人的耶稣，甲伊问看卖敬拜爱踮倒位啊？耶稣咧甲伊讲起，讲新的时代，妇人人啊，你着信我，时已经到。你拜爸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看21节的时阵，耶稣伊讲即句话，伊特别即句话咧讲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咱敬拜上帝，其实是上帝同在的生命，咱是毋是真正对心底好好去体会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伊家己就成做一个新的圣殿的启示。所以圣经内底约翰福音第2章讲起，恁拆毁即个殿，我3日内嘛要起造起来。兄弟姊妹，换一句话来讲，真正拜上帝的中心，无在伫即个建筑物啦，是毋是？真正是耶稣基督的，毋是在伫你有啥物偌好的建筑物？就算你无建筑物，敢会使敬拜上帝？嘛会使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所敬拜的中心，毋是在伫教会，是在伫基督伊本身家己。所以兄弟姊妹，我要问你，你敬拜上帝，你甲上帝关系有偌深啦？你爱常常问你家己啦。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用2个重点来跟咱分享。咱今仔日所讲圣洁、敬拜上帝，爱被分别出来的心是甚物？咱看见诗篇96篇第9节讲：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兄弟姊妹，敬拜无在伫外表的整齐，外表唱诗歌，你举手也好，你的心安怎？拢毋是，重点是你的心是毋是有被上帝甲你吸引？你讲你有偌感动，拢无够。重点是你有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所吸引吗？你愿意吗？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生命，来回到神的面前吗？所以兄弟姊妹，圣洁的装饰，好，这个圣洁的装饰，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伫圣洁的威严内底啦，在圣洁的威严当中，穿戴圣洁的荣美。我再讲一次哈，圣洁的装饰代表就是你在圣洁的威严当中，穿戴着圣洁的荣美。意思是啥？意思是讲敬拜的人爱分别做成的心嘛。我头拄有讲到，你前一暝吼看电视看到足暗，明明知影隔工就要礼拜啊。安尼我问你，你礼拜日敢会当早起来？袂啦。你早起来吼，你可能会讲，牧师，我要跟你请假，因为我昨天睡不好。但实际上睡不好其实是有原因的，对吧？因为前一天你不预备啊，对吧？对吧？这合情合理吧？好，牧师不是要挑毛病哦，牧师是要让你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生活正在影响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个关系会让你的生命不是用圣洁的态度来亲近神啊。所以兄弟姊妹，我们要脱下那个污秽的衣裳，换上圣洁洁净的袍子。我们不是要做形式的，那不是要做形式来
做互牧师看，做互上帝看。我甲你讲，上帝拢知啊。所以兄弟姊妹，如果我们在台上在敬拜的人，我们心里想着待会中午要吃牛肉面还是火锅，待会我不晓得你们已经有在想待会要煮什么饭的，请你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兄弟姊妹，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啦。你的心有清气无？有单单自行看主无？对上帝尊重甲专注无？第二，更新。好，除了你要有圣洁，你的内在的生命要有圣洁的生命，你的敬拜，你的生命里面要有被转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咱今日所看圣经在46章内底讲到，敬拜的人进入去北门，出南门，对南门入，对北门出。不要按照原路回去。上帝咧提醒，敬拜伊的人唔通照原路回去。意思咧讲，咱的生命要有期待更新的意愿。所以兄弟姊妹，敬拜更新唔是一摆的感动，唔是你过去捌伫教会有感动，即摆无感动，就煞煞去啊。唔是，每一摆当你来到上帝面头前，你就爱备办你的心，讲主啊，我要将我的生命，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注意，迄是祭物哦，迄是爱献祭、爱劳血哦，不是当作你所喜悦的。我要把它穿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把它弄得很漂亮，不是，那是外在形象的。伊是讲活祭啊，是要流血的啊，你要付上代价的啊，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捌有一个信主的人，伊有意识在分配伊的时间，但是伊若无要将伊的时间好好啊放伫关心需要的人，放伫需要帮助的人，放伫会当伫教会参与侍奉，你无愿意牺牲你的时间，你只有简单愿意付出牺牲你的时间伫你的生活的同事，兄弟姊妹，我感觉咱的生命真正无互上帝空出一个房间，会当互上帝来跟咱讲话，来跟咱对话，甚至互上帝来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不相时甲上帝建立一个要紧的关系，就是敬拜以前，咱备办咱的心，哪亲像祭司，伊要进入伊的房间，好好安静，几分钟的祈祷，甲上帝亲近，讲主啊，今仔日唔是例行性的聚会，我唔是咧对着我的亲人来敬拜上帝，我要真实的遇见你，我要真实的认识你，我要更多的遇见你。咱伫每一摆敬拜中间，我们要专注在上帝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放下比较，你莫去比较别人。我今日看到迄个人看伊有好无？哈哈，伊比我较歹，我比伊较好，唔免去比迄啦。你要比的是你的生命入来，你出去敢有无共款无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求上帝帮助咱。敬拜了后，期待咱画出一条新的道路。愿上帝帮助咱，因为以色列伊所看见的是新的圣殿，唔是要互目睭看见，是要互你的心灵会当大的所在。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每一摆亲近上帝的时阵，你就找到上帝为你备办的房间。上帝拢在为咱备办房间，你有要为你家己备办无？虽然圣经无讲上帝为咱备办房间啦，但是我感觉上帝拢在为咱备办道路，对无？但是咱拢无要为家己备办道路呢，咱拢干为着啥？为着家己所需要的来备办道路。咱无要为着家己所需要，会当互咱甲上帝亲近的机会，掠掉迄个机会，掠掉迄个时间。求上帝怜悯咱，帮助咱。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听你
阮深知，你是迄位圣洁荣光的上帝，配得阮尽心尽力尽性来敬拜的上帝。主啊，感谢你今日所启示阮，检测阮对圣经还阁有真侪无毋捌的所在。求你怜悯赦免阮，帮助阮，互阮每一摆伫读经祈祷的时，愿你的灵充满阮的心，亲自来对阮讲话，毋但互阮会当定心忠见，阮亲近你生命更新的圣殿，嘛互阮会当忠见伫阮内心生命需要洁净、需要圣洁、需要生命的秩序。主啊，阮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来提醒阮，伫敬拜你的过程的中间，毋单单是一场热烈、欢喜、感谢、感动的敬拜、感谢的自责，嘛应该是阮被圣神感动、分别做成的时间。今仔日，阮踮伫主你的面头前，你为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界定了一个阮应该踏的所在，亲像一个谦卑的领导者、君王相款，所有的官兵甲骄傲，拢必须爱谦卑顺服，爱降服伫你的面头前。愿阮伫你面前所唱的诗歌甲敬拜，是真实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阮恳求你，这个时拍开阮的心灵的房间，来洁净阮内底一切的拉散、误会、甲混乱。阮有真侪重担压伫阮的心肝头底。主啊，阮无法度通专心来靠主得胜。求上帝你来透放阮，互阮自以为义的捆绑，我们能够走出来。求主你让我们在完全的自由的灵里面，诚实的来朝见主你的面。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只做一个听到，但是不愿意去领受恩典的站在门口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真正走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重新站立，为主而活，为主而传递美好的福音。主啊，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愿神带领我们，在我们下个礼拜要去到西屯教会，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为要建造属神的教会，他们是付上了代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让我们看见神你所赏赐是那么的丰盛。主啊，恳求神再次将这美好的应许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没有惧怕，让我们靠主而成为刚强壮胆的勇士，是基督的勇士，是基督的精兵，为主做美好的征战。主啊，愿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护心镜，让我们成为为主征战的百姓。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好大好大人基督。咱做伙起立来吟，咱这条歌莫唱伤慢吼，咱唱较紧，较大声。咱做伙亲像这条歌歌词所讲，好大好大人基督，好大好大人基督，咱互耶稣救赎，真基督爱个恩情，不准你也受着，主作我平着的你，你高贵的他国。
咱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做伙来吟上名的诗。吟诗说，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扶持，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使我们能够成为敬拜当中被洁净，在生活当中被更新的子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